以下為天平使用教學示範。首先看到指針、指標指向中間紅色線位置，然後 A 同學可將重物或者需要量度的物件放在托盤的中間位置，並將手指放在下方托着托盤。然後 B 同學可將需要使用的指定單位放在托盤內。留意整個過程，我哋需要將全部嘅物件放喺托盤內完成量度。B 同學可以慢慢攞出一個指定單位，放喺另外一邊托盤嘅正中間。每一次放完之後，A、B 同學同時數1，然後 B 同學可以繼續放置指定單位到托盤，2，如此類推。每次放完後 ，A 同學即係量度物件托住嘅嗰隻手，可以慢慢垂下，睇下兩邊會否重量相等而保持平衡。而家明顯睇到量度嘅物件比起指定單位嗰邊更加重，所以我哋會繼續放置。3、4、5、6，仍然量度嘅物件比指定單位重，所以我哋會繼續。7、8、9。留意每一次放置指定單位後，我哋都會將隻手慢慢向下放，睇下會否平衡。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留意，即使我放開手，而家都趨向繼續平衡。可以嘗試多放1至2個指定單位，睇下中間嘅指標會唔會更加貼近紅色線。21、22。咦，我哋睇到如果放咗22個萬字夾，佢嘅指標位置唔會更加接近紅色線，反而會更加遠離，所以我哋可以拎走一個。咁就會見到左邊同右邊因為重量相等，所以令到天平位置平衡。我哋就知道 USB 嘅重量就會係21個萬字夾。